高雄5月到今发生20多件冷气机导火主要拢甲线路有关系。消防局是认为，因为最近节节落雨，水汽较高，会到漏电，造成电线短路，所以嘛提醒民众一寡较旧的冷气，都要定期来保养维护。分离式冷气机主机装伫阳台省下真侪室内空间，是真侪民众装冷气时阵的选择。高雄为今年5月雨季了后，累计20几件冷气机火警，起火原因大部分拢是线路问题，嘛有真侪拢是超过5档以上的分离式冷气室外的机器。室外机是放置在户外，那放置在户外的室外机可能会因为受潮、阳光曝晒，或者是一个昆虫的一个飞入等等的，容易造成室外机会有短路或故障的一个现象。消防局发现，冷气机火警发生的前几天，也是伫长工拢有落雨的状况，无排除环境的湿度伤悬，造成电器产品故障，也是线路小度来造成的火灾。因为基板本身它有持续送电，当送电当中如果有异物跑进去，它就会产生燃烧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开关一定要符合冷气的规格，如果你安培数使用过大的话，它无法跳脱，它持续燃烧。是刚买啊，比较新，但就是你检查的时间不会这么频繁，对啊。但如果是机器是比较老了，那可能就是会多注意一点。除了湿度影响，冷气伤老、使用伤久，搁当着室外机位置摆落无好，也是放了真侪杂物，嘛会导致着热蓄积，互冷气故障，也是超过着负荷，所以来导致火灾。提醒民众一定要重视维修保养，选买时阵嘛要注意到有安全的标章，加上来装着自警器，若是当着火灾，嘛会当第一时间发现。记者王柳婷、陈hen坤高雄报道。